公子够不到啊！废物！说点事儿你都做不到，给我滚开！当儿身上戾气太重，你们都给我过来！营界把他挖出来，快点！南青，凤球都逃不出来，笨蛋！废物！废物！好，一群笨蛋！笨蛋！一群废物！杀了你们！让一让，笨蛋！废物！让一让。让一让，干哥哥，干哥哥，我来帮你。走开！我不需要你帮。当儿，既然继儿有了主意，你暂且让开。干哥哥，木球。我不要！我不要！继儿，到父王这里来。继儿告诉父王，你这个用水取球的主意是谁教给你的？是继儿自己想的。继儿这小小年纪，要是没有人教他，他哪里想得出来这么好的主意啊？夫子言：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继儿想，木球比舟船轻得多，水可载舟船，定可载木球。触类旁通，举一反三。继儿聪慧，是寡人的好孩儿。芈月，你这个当娘亲的，教孩儿教得很好。当儿真是太不争气了。王后也怪不得公子，当时那么多人在那儿，谁又想出主意来了？难道那个嬴稷真的天赋异能，引物绝人？王后，先喝口茶吧。今日之事，王后不必过于烦恼。那个嬴稷才6岁，只能算是他运气好，让他给碰上罢了。先不说那木球，当儿当众随意打人，已让大王很不欢喜。平日咱们公子性子好着呢，那也是一时气急。早知如此，又是何苦？于甘大夫筹划多日，全为他人做嫁衣裳。昨日继儿告诉我，他师傅教过他玉鞭歌了。教继儿玉鞭歌，你就想起鞭子了？给我吧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已经用不着它了。还是我自己收着吧。葵婆婆，葵婆婆，继儿肚子饿了，有糕吃吗？有，婆婆刚刚做了桂花芡实糕，婆婆去给你拿。娘亲，去哪儿淘气了？看你一头的汗。慢慢喝，不着急。我跟师傅去骑马了。父王曾说，我若学会骑马，以后就让我跟他一起去打猎。学得怎么样？师傅都夸奖我了呢。真的？好继儿，才6岁就学会骑马了，比娘亲能干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鞭子。比我骑马的鞭子要长许多。这是兵器，顶得上一把刀，一张弓，一支歌。继儿会唱玉鞭歌，娘亲会吗？白马金佩银鞍玉鞭。是娘亲的师傅教娘亲的吗？不是，是另外一个人教娘亲的。我听葵婆婆讲，
娘亲用鞭子是天下第一，无人能比，连父王都要让你3分。葵婆婆言过其实了。娘亲教继儿用鞭子好不好？好啊，你看，鞭是一条绳，全靠缠得轻。使鞭时要收回如虫，放出如龙。甘大夫让你写一篇策论，有关蜀中治理的。这10几日过去了，你一字未写，整日与宫中那些有气力的内侍们比举石锁、耍刀枪，你是要气死你母后吗？上次甘大夫让孩儿谈霸业、论兵法，孩儿的功课都得到了甘大夫的夸赞。可那蜀中治理跟我有何干系？这篇策论还是让侧室们去写吧。眼下蜀中治理是你父王心中的一件大事，你要想让你父王看重你，就该有些见地。替父王出谋划策的事儿都让我做了，那些朝廷的谋士将相还做什么啊？你这话要让你父王听见了，你母后，孩儿累了，要回去睡一会儿。王后不必太心急，公子年纪还小，这些道理要让他慢慢的明白。大王迟迟不立太子，当儿又如此不听话。本来大王好意，让当儿跟着甘大夫与处理子学习军务和政务，结果当儿只知道耍刀弄枪，一点书都读不进去。可毕竟公子是大王的嫡子，处理子也说过，大王是有意将咱们公子当立为储君的。嫡子又如何？秦国历代也不都是嫡子继位，何况大王的念头时时会变，万一有人蛊惑大王，王后又头痛了，我去请太医。去把那女医治找来，或许她能有法子。是。八子，妹妹来了。王后，听说王后有疾，妹妹特来看望。也就是个老毛病，还劳烦妹妹来探望。去，把我屋里那盒子拿来。是。妹妹，过来。姐姐。这是当年王兄给我的一块独山玉，妹妹帮姐姐看看，这玉成色如何？独山玉素来以色泽多彩而闻名，3朝以来都是王室所爱。姐姐这块玉璧，晶莹剔透，色作芙蓉，实是不可多见。既然妹妹也说成色不错，那姐姐就将这玉转赠给你。姐姐这块玉太好了，给妹妹就糟蹋了。姐姐知道，妹妹这些年跟在大王身边，见过的宝贝不计其数，但这玉也是姐姐的一片心意。人养玉3年，玉养人一生，还望妹妹不要嫌弃。那妹妹就收下了。姐姐，姐姐咳嗽得如此厉害，我听说姐姐头痛。头痛是天底下最治不好的病，若寻不到起因，就很难除根。妹妹猜疑，姐姐的头痛或许与那咳嗽有关。这是一小坛子牙蜜，产于五都山谷的峻峭悬崖上，人人都言它可治疗风湿关节痛，却不知它对咳嗽有奇效。姐姐不妨试试。难得妹妹如此体贴，姐姐领情了。
还有一事，姐姐一直牵挂于心。芈月妹妹尽心尽力服侍大王这些年，可却一直在八子的位分上，真是太委屈你了。姐姐原本打算等景氏生产后，让你与景氏一起提位分，谁知那景氏的孩子却没保住，只好搁置了。姐姐一直也犹疑，大王有10几个公子公主，还有嫔妃若干，个个都不是好相与的。姐姐不用说了，妹妹不在意位分之事。既然让姐姐为难，那我们何必又要去自寻烦恼？只是妹妹，姐姐不必再提此事，妹妹领情了。八国和察国这几日派使者来到咸阳，说蜀国和楚国勾结，欲灭察国，再灭巴蜀，要我大秦派兵救援。可巧，这个张子却上奏章，希望出兵攻打韩国。公孙衍因为兵败函谷关，被魏王驱赶出魏国。他去到韩国，却得到韩王的重用。张子前仇未报，所以才提出攻打韩国的吧？你说，寡人应该往何处用兵啊？大王不该问我，妇人不敢整。那就说点你们妇人能说的事。听说王后要给你提位分，你竟然一口回绝。姐姐贤淑，病着还在为芈月着想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宫中的位分吗？大王想要我在乎吗？来，吹这里。是。用力一点啊！智姑姑的手最为灵验，只要智姑姑一来，我的头疼定能好许多。王后是用心太过，若能释掉心头重负，头疼该会不治而愈。一会儿奴婢给你开一种内服外敷的药，或许暂且可减缓王后的痛楚。什么声音？这般烦人！万万不可招惹这疯子！为何？那是杀人疯，平日见了他躲还来不及，你竟然敢惹他！开窗请他出去便是了。是。姑姑这是在说笑吧？这么小小的一只疯子，如何杀人？奴婢怎敢在王后处打诳语？这种长在山谷里的杀人疯，原本是不多见的，宫里的人恐怕从来都没有听说过。但奴婢在楚国亲眼见过，被惹怒的杀人疯，无论人处，遇上便追杀。成群的杀人疯，眨眼可杀死一头大水牛。难道被他蛰了，就无药可救？奴婢有个堂兄，就是招惹了杀人疯，被蛰后医治无效，过世的。大王到！大王，臣妾失礼。你自己病成这样，还要多礼？太医和女医治为王后诊过脉了吗？诊过了，大王。看来他们不够用心，要不，王后怎么不见好呢？大王不必责怪他们，是臣妾自己的身子不争气。女医治对臣妾有几句话，臣妾思忖良久，觉得
或说重正解。寡人愿闻其详。失掉心头重负，病症自然不治而愈。王后心头有何重负？当儿勇猛有余，智谋不够，且从小娇惯，是臣妾没有把他教导好，辜负了大王的殷切期望。当儿年纪还小，心性未定，王后不要过于急迫。大王越是恢宏大度，臣妾越是诚惶诚恐。臣妾有一念头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但说无妨。臣妾与芈月是亲姐妹，嬴荡与嬴稷是亲兄弟。嬴荡好武，嬴稷喜文。若是让他们两兄弟经常在一起切磋，必定相互帮衬，互帮互长。王后心思缜密，依寡人看，这主张甚好。一文一武，一文一武，正是铸造社稷重器之正道。寡人明日下旨，选荡儿和介儿的先生进宫，商讨如何共同授业之事。臣妾只是病榻之上偶尔一念，是否妥当，全凭大王拿主意。淑儿的主张没有不妥之处。